呀，在那陪我了啦。那去六十多陪吧，这是这个。你打罗萨比个弄的，那去年初那个主播懂的这个主播，对吗？在扎龙个主播操作了，这个罗萨个媒体怎么呢？你都年纪老了，他妈了，弄了啥把给弄了，他妈了，你们这人的小龙着用这个在新闻这些节。感谢各位，新年快乐！欢迎丁真，告诉各位，今天丁真是所有参加电视节目的综艺首秀啊！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丁真，好不好？哇，好甜呀！最近前俺记得的那电视的大忙，比小娃康姐也跟着给咱新媒体个电影了。好，老三感谢大家。今天丁真在我们的舞台上，还要和他的小伙伴们一起通过一个精彩的服饰秀，带领大家走进美丽的高原。接下来把这个舞台交给田野男孩丁真，还有他的小伙伴们。抖音。